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5月7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虽然5一以后媒体加大了鼓吹楼市回暖、房价上涨的力度，但是数据不留情面，无情的撕碎了这个遮羞布。虽然你看今天媒体又是在鼓吹上海4月二手房成交量创10年新高，这个第一现场报道说买房的可以考虑出手了。南山二手房签约量暴增140%，深圳5一期间楼市火热。中国房地产报报道，这是官媒喉舌。深圳429楼市新政首周，外地客凭居住证涌入核心区，南山福田成交翻倍。每日经济新闻报道，深圳在线日光盘，深圳一楼盘92套房40分钟被抢光。21世纪经济报道，汇8条落地，5一广州一二手房认购涨超5成。央视财经报道，北京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攀升，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新高。贝壳财经报道，4月北京二手住宅晚签 1.79 万套。新浪财经报道，楼市真的回暖了，5一假期核心城市楼市升温。经济日报报道，各地因城施策，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，进一步巩固房地产稳的态势。这是经济日报。财联社报道，5一假期二手房成交创近年新高，11成晚签量同比增长 26.7%， 京沪深领跑全国。央视一套报道，购房新政叠加5一假期，多地楼市升温。从这些媒体的报道，有央视，有中国房地产报，有这各大媒体报道，这不是自媒体不是炒房中介，是正经的媒体报道，给人感觉好像这个楼市又火爆了吧？不抢你是买不到的，再不买来不及了，你还不着急吗？还不借钱，赶紧去买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刚需房现在可以买了，这媒体就这样。但实际上，今天南都湾财社报道，4月份的成绩单出来了，4月份吹了1个月，小阳春，3月份吹了，4月份按理来说延续3月份的上升的态势，5月份继续延续4月份的态势。但是不好意思这个4月份的成绩出来了，什么成绩？就是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，对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二手住宅销售市场以及50个城市租赁市场调查数据已经公布了。你看5月7号公布4月份的100个城市，包括新建，包括二手房，包括面积、成交面积，包括成交价格，50个城市的租赁租房市场成绩一公布你再回忆一下4月份这媒体是怎么吹的，你就发现遮羞布又被撕掉了。可以说叫除了北京、上海几个城市，其他地方叫惨不忍睹。这就也符合咱们以前的节目一直说的，这玩意就是什么小阳春，什么回暖，无非就是上海一枝独秀，北京稍微反弹一下，其他地方就叫惨。这是4月份的，我们看数据，2026年4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17129元每平方米，环比上涨 0.08%， 同比上涨 2.18%。这个咱们一直介绍新建住宅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，这是因为第4代住宅这新房子它都得房率高，它优惠多，它赠送的多，有的直接给你送车位，所以说它房价你看上去在涨，实际上它没有涨，它是在跌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。所以你看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.08%， 就比3月份涨了反正 0.1% 都不到， 0.08%， 同比上涨 2%， 这个比去年比涨了 2%， 这是新房。但你想你买套房子，你买100平能得到120平，那房价涨点算什么呢？而且房价上涨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豪宅，你上海30万一平的房子卖得多了，万万外的那个房子卖不掉，新房，所以导致房价上涨，新房价格涨，这是很正常。上海、深圳、杭州等部分重点城市改善型楼盘入市节奏加快，支撑百城新房价格环比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 0.5%， 同比下跌 8%， 二手房价格是暴跌，二手房4月跟3月比下跌了 0.5%， 跟去年4月比是下跌了 8%。 那你说你比去年4月卖得多，那不正常吗？你降价在卖，谁在跑？跟去年比，所以说这些很多专家从来不讲北京二手房成交，对吧？4月份创5年来新高，他不说房价下跌了 8%， 他不说，
上海也是创了10年新高，但是房价下跌8%，他也不说。反正给你感觉好像你再不买来不及了，你这老是忽悠人家去买。你看它这个数据更详细的结构在下面。新建住宅方面，4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是17129元每平米，环比上涨0.08%，同比上涨2.18%。一线城市它分一线城市，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.39%，就0.4%吧，同比上涨6%。一线城市涨也能理解，新房得房率高，豪宅卖多了，大家都能理解。但是二线城市这就惨了，二线城市环比是下跌0.01%，同比上涨1.57%，就跟去年比涨了1.57%，但是跟3月份比还是下跌的。这是二线城市新房，那就卖不动了。一线城市除了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就这4个一线城市，二线城市虽然同比是涨的，但是环比是下跌。那3、4线城市环比下跌0.23%，同比下跌2.57%。你看新房就这样的，一线城市反正显得还可以，二线城市环比就下跌了，跟3月比它就往下走了，跟去年比稍微还稳得住。3、4线城市环比、同比都在下跌，新房价格所以你说什么个情况？所以关新房来看，你说这叫稳住了吗？很难说。北京、上海这些得房率高了，豪宅卖多了。但是如果说到小阳春，小阳春跟新房也没关系，咱们一直在说小阳春说的都是二手房成交，那说明新房没法提，是这意思吧？都是二手房创10年新高、5年新高，所以我们还是看二手房。那么在二手住宅方面，4月全国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12733元每平米，环比下跌0.46%，同比下跌8.34%。我们分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.16%，同比下跌7.53%；二线城市环比下跌0.51%，同比下跌8.9%；3、4线城市环比下跌0.54%，同比下跌8%。无论你是一线、二线、3线、4线，二手房价格4月份环比、同比都是在下跌，这就是小阳春。大家知道了小阳春怎么来的吧？以价换量。一线城市二手房环比、同比都在下跌，那2线、3线、4线就别说了。那么一线城市它分开看，根据百城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对北京、上海等10大城市样本调查数据显示，4月10大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33220元每平米，环比下跌0.24%，也就是10大城市，刚才是100大城市，现在10大城市二手房住宅环比也是下跌0.24%。具体来看，上海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.05%，上海还是涨了一点的。武汉环比下跌0.6%，南京、成都、杭州、北京环比跌幅均在0.3%到0.5%之间，广州、天津跌幅0.2%到0.3%之间，深圳、重庆环比下跌0.2%以内。也就除了上海，所有的城市二手房环比都在下跌，4月份比3月份跌了。那看同比呢？同比来看，10大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同比下跌8%，且所有城市同比均下跌，也就是包括上海在内。上海你今年4月份比去年4月份相比都下跌了，看谁跌得狠。具体来看，武汉和南京同比跌幅较大，分别为12.33%、12.22%；天津、重庆、北京、广州同比跌幅均在8%到10%之间；上海、杭州、深圳、成都同比跌幅在5%到9%之间。这就是二手房的小阳春，大家知道了吧？展望5月，认为5月新房市场量价预计整体保持平稳，二手房市场受季节性教育需求逐步消退影响，成交量可能出现自然回落，价格预计延续小幅波动态势。这是最新公布的4月份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这个成绩单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媒体天天鼓吹的什么楼市回暖，什么价格上涨，什么你再不买来不及了，这不都是谎言吗？数据摆在这儿，当然马上统计局的数据要出来，马上央行的数据要出来，都能验证这4月份到底怎么样，对吧？这些数据可以交叉验证的。所以有些专家天天很激动的说房地产见底了，房地产要反弹了，房地产这回是真的拐点出现了，天喊，这能叫拐点出现吗？你说上海拐点出现，
勉勉强强，还能讨论，其他地方根本就谈不上拐点出现。往哪儿拐？是在往下拐，这才是扎心的真相。所以我在2024年9月份救市政策的那时候我就说了，除了北京、上海这地方刚需房稍微犹豫一点，就是说不太好取舍，不太好决断，其他地方的人就等就完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北京、上海的稍微的就比较这个，因为它救市政策还没用完，你保不齐它什么时候放开限购，也得波动一下，买也害怕跌，不买感觉好像它要涨，比较焦虑。其他地方你根本就不用管了，你就等就完了，闭着眼等。这个百城价格指数才是楼市的体温计，给我的感觉，二手房下跌这个速度还在加快啊！这房价8.几、9%的下跌啊，什么概念？就是你今年买的房100万买的，明年就90万了，或者说你去年4月份买的房，现在就是100万买的，现在已经90万，你说10万没了，不就这意思吗？所以我说我在前面节目说了，你这个小阳春，如果你是拿着孩子上学这个做借口强行上车的买房的，明年一定会扎堆后悔。今年你排队买房，明年扎堆后悔，不就这么个事吗？连上海的二手房它都下降了6%、7%，同比，去年不也是小阳春吗？现在3月、4月上海的二手房卖的很多，加到一起将近6万套，那这个6万套大部分都是300万的，成交价都是300万，300万如果明年跌个8%，不要8%吧，5%，15万没了，你这一年能赚到15万吗？当然了，我这说的是贷款的，如果你说我就是300万现金买了，那无所谓啊，消费不要太在意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这就相当于你买了一辆奔驰，80万买的，明年变成60万，不要在乎，这就是消费。但是如果你贷款买的，吭哧咔哧的凑齐了首付，完了说孩子要上学，我这为了学区房买的，每个月赚的那点工资50%要付按揭，或者80%用来付按揭，你说你有你后悔的。年年都说上海的楼市见底了，但是呢，二手房是不是年年在跌吗？那今年比去年又跌了6%，二手房。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今年的所谓的楼市小阳春，说来说去也就是上海一枝独秀，北京算勉强对付，但是即便是北京和上海，那也是以价换量换来的。我们再看看这个5·1假期，各地楼市有哪些奇闻怪谈。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，北京一笔二手房交易引发关注，488万元成交3天后，卖家反悔赔违约金，以556万元重新挂牌。说近日，北京市昌平区次新房小区紫金书院因一套房源戏剧性成交再引争议。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获悉，5月2日，紫金书院一套建筑面积111平方米的次顶层3居室，以488万元总价成交，折合单价4.4万元每平米。这一价格远低于小区前期个别已成交的房源水平，被不少人称为砸盘价。但5月5日签约仅3天，卖家单方面提出解约。美经记者从多位中介人士处证实，卖家向买家支付了一笔违约金。目前房源已重新上架，挂牌价来到了556万元。这意味着在短短几天内，同一卖家同一套房子的报价直接涨了近70万元。问题是能不能卖得掉？你倒可以涨700万也行，对吧？你挂1200万没毛病啊，能不能卖得掉？这个卖家必然会后悔。这个紫金书院好像咱们节目也介绍过，紫金书院是去年底迎来集中交付，首套二手房即破发成交。根据开盘均价6.5万元每平米推算，紫金书院111平方米户型买入成本是700万元，就是这些人买的新房的111平的房子的，当年700万买的，交房之后当二手房往出卖就是550万、540万，就这个价。首套成交意味着房东仅持有3个月，账面直接浮亏160万。不光是北京有这个违约的舍不得卖，嫌出价低了，是深圳也是。这个时代财经报道说，深圳楼市新政1周，浙江买家办居住证入手南山房产，有业主临时加价20万，交易告吹。
他这个是这么说的：一个中介告诉时代财经说，近期他就遇到过业主反价的情况，一套位于前海的小区房源，原本挂牌价340万元，买家已经看中并进入谈价阶段，但是楼市新政出台后，业主将价格提高到360万，也就是加了20万，最终交易未能达成。业主觉得市场可能要变了，但到底后面有没有人愿意接这个价格，到现在谁也说不好。李宇嘉认为，当前深圳市场虽然出现初步企稳迹象，但基础仍需进一步夯实。如果深入到具体结构层面，仍能看到明显压力。新房整体去化率并不高，新产品对旧产品形成挤压，二手房市场则以低总价成交为主，中高总价房源依旧承压。也就是深圳救市政策一出，5·1成交的也是这种低总价的房子。他预计5月市场成交大概率会较金3银4出现惯性回落。实际上不光这个，从刚才这数据可以看到，这楼市并不像媒体胡吹的那样什么火爆，到处是排队爆满。你看这个百强房企4月拿地总额就知道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楼市真的回暖企稳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开发商是第一个知道的。那开发商就要拿地，因为这边房子卖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回暖了，你不拿地，那你开发商准备干啥？喝西北风吗？那不就得盖房子了吗？但是前4个月百强房企拿地总额同比下降 46.7%， 什么意思？就是今年前4个月这个房企拿地同比下降了将近一半，不买地。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，2026年1到4月 Top 100企业拿地总额1923亿元，同比下降 46.7%， 降幅较上月收窄 2.7个百分点，并且即便是下降将近 50%， 拿地多的还是央国企，央国企是拿地主力。越秀地产、华润置地、保利发展、中国经贸、招商蛇口、中海地产、建发房产等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。也就是说，民营房企基本上不拿地了啊，休息了。所以说，即便楼市有所谓的复苏、所谓的企稳、所谓的回暖，也只仅限于一线城市。我们还是要看看买了房的韭菜，对不对？是什么个情况？今天头条新闻报道说，小区仅25户交物业费，电梯断电停运。物业说，以个人垫资1年多，本想用服务打动业主，但想法太幼稚，以真心换真心是吧？结果钱是垫进去了，问题没解决。这是九派新闻报道说，71岁的李阿姨住在贵安交建花园小区20楼，近日电梯停运让她苦不堪言，而电梯停运的背后是小区因欠费被断电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该小区500多户居民中，仅有25户缴纳了物业费。500户居民只有25户，那不就是 5% 吗？ 5% 的居民交了物业费，剩下 95% 他都不交物业费，导致停电。那供电局不给钱的，供电局不可能给你电，不供电的电梯它就运行不了。你家住20楼，不好意思，你爬楼梯吧。李阿姨告诉百姓关注记者，小区居民大多是拆迁安置村民，每平方米1元的物业费，大多数人不愿意交。今年2月，村委会曾垫资解决春节期间用电问题，但非长久之计。物业负责人潘有富表示，公共区域电费每月高达 2.2 万至 2.6 万元。他以个人垫资1年多，由于长期收不上物业费，目前已拖欠电费3万多元，电梯等因此停运。本想用服务打动业主，但想法太幼稚。对此，有村民反映物业服务卫生不达标，所以他们拒交。潘有富坦言，因缺乏资金，确实无法聘请足够保洁和服务人员，改善环境需要先解决资金问题。目前相关人员正在积极协调开导，尽量让居民能理解物业有服务职责，业主有缴费义务，争取解决问题。你看，最近关于物业收不起这个物业费报道越来越多。前2天9家地方政府号召党员、公务员带头交物业费，
你看今天是贵阳一个小区5%的人业主交物业费，95%不交。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刚才实际上媒体也说了，但是我们要说更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行，经济不行，很多人买了房，那房子本身在贬值，有很多房子都腰斩了。最主要的是这些居民很多韭菜他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他物业费能不交他就不想交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经济继续下行，未来很多城市一定会出现这个贫民窟。那你像这个20层没有电梯，那怎么办？你每天上下都爬20层，如果光一个人爬还稍微好点，你要再拎桶水，对不对？扛袋米，那怎么办？那武汉还有很多居民楼是60层的，那一旦停电怎么办？所以说，随着经济下行，这未来很多小区恐怕真的会成为贫民窟。这就说明什么？这就要求我们现在，如果你没有买房，那你今后买房一定要小心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万一你的电梯不停运怎么办？那所以说高楼还不敢买那些低楼层，那你那小区你得最好选那种这个档次好一点的，那小区的人住的素质高一点的，收入好一点的，那小区有可能物业费交得起来，还有人在里面维持。像很多小区拒缴的人越来越多，但这个拒缴的人一多，那物业它就形成个恶性循环，他收不上来钱，他的服务就差，那拒缴的人就更多，拒缴的理由就多了，那最后导致这个物业只好跑了，玩不过你们，那最后你的那地方就没人管，就变成一个贫民窟，谁去管？所以想想这个就可怕，以后你买个房子吭哧吭哧的，你掏空6个钱包，每个月按揭贷款还着，结果小区成了贫民窟。不要说到处杂草丛生，那都是小事，你这电梯都没有。所以一说到这个，我就想起这些经济学家专家动不动就说房价见底了，房价要出现拐点，媒体就跟着后面吹。他们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从来不考虑收入，不考虑这韭菜他们现在什么个状况。你想一想，你这个小区20层没有电梯，停电，他20房能卖得掉吗？20房卖不掉的价格只会暴降。如果你想卖，这个价格还有下降的余地，还有下降，后面说不定还有暴降，这种加速下降。很多城市要跟鹤岗一样，那房子就不值钱。你说你家在20层没有电梯，那房子还能值钱吗？不管你当时是50万一套买的，还是80万一套，现在只能值个5万，那身体好的人才能买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房价恐怕后面还有一个加速的阶段。所以我一直说，如果聊房价不聊收入，不聊就业，就房价聊房价，那都是耍流氓，都是在这胡说八道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